伊朗派无人机报复美国的攻击行动，属个无人机消磨美军的武器，啥人较有动头是战局的关键。元宵节台湾灯会伫咧嘉义6月起过，台湾咸水蜂仔炮主炮城放200万支蜂仔炮，阁有高空烟火。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就继续来关心美国甲以色列攻击伊朗已经进入第3天，美军是已经崩掉伊朗超过1250个军事目标。伊朗甲以色列的军方是强调讲，无解除伊朗的核武器威胁进程，绝对袂停火。不过，科威特的防空部队则是星5甲3架美军的战机拍落来，加在飞行员拢总平安。出席北京的受分仪式进程，美国总统川普头一届明确列出实施农会行动的4大目标。伊强调美军当咧以1点钟做单位，只用系统咧毁掉伊朗的飞弹制造甲发射能力，并且消灭伊海军。川普指出，这是阻止德黑兰发展核武器，这等于资助恐怖主义上尾而且上好的机会。虽然川普过去主张避免海外战争，不过认为这届爱伫敌人行动进程先下手，确保美国甲伊朋友久长的安全。Our objectives are clear. First, we're destroying Iran's missile capabilities. Second, we're annihilating their navy. We've knocked out already 10 ships. Third, we're ensuring that the world's #1 sponsor of terror can never obtain a nuclear weapon. And finally, we're ensuring that the Iranian regime cannot continue to arm, fund, and direct terrorist armies outside of their borders. 国防部对核决赛书是指出，美国即马已经拍到超过1250个目标，成功毁掉伊朗革命卫队的总部。伊强调，这毋是另外一场亲像伊拉克还是阿富汗迄款的无底止的战争。诺贝尔也警告，美军伤兵的打击也未发动，后一阶段的攻势会比即马更较有处罚性，一直到彻底解除威胁为止。We didn't start this war, but under President Trump, we are finishing it. Their war on Americans has become our retribution against their Ayatollah and his death cult. 激烈的防空攻防也传出意外，科威特防空部队伫炸伊朗飞弹时，甲3架美军 F-15E 的战机当作是着人的战机拍落来，画面当中会当看到飞行员跳伞逃生，加载内人伫坠机进程全部断下，目前状况稳定。公司新闻电为人朋友。目前中东的战况表面看起来，那就是伊朗单方面皇帝的争。伊朗的报复行动，那真像是好心母狮背世界的乌白帮。不过，嘛有分析师认为讲，这伊朗是咧消磨美国的军力，用这款2万块的见证者136无人机来甲美国的400万爱国者系统来搏，看是虾米人较有动头。当然，双方嘛有面临家己的困境。伊朗的攻击系统、防御系统是自美国进攻迄日就已经崩盘。美军的军机甚至是会当自由出入伊朗的空域。另外，就是这伊朗世界乌白帮敌对的国家愈来愈多，势必哪来哪艰难。也若是美国这边，川普是暗算讲，这回行动要持续4礼拜。咁做会到的关键，就是弹药敢有法度挡甲遐尼久，因为武器一抓对美国稳过，敢保会利。万不伊若是出现空碰，友军的火药无够用，攻势变弱，美国恐惊是会面临友军的压力，提早结束行动。根据彭博资讯掌握的一份分析，卡达的爱国者弹药是只剩4天的量，已经私底下呼吁美国赶紧结束冲突。美国伫沙烏地阿拉伯首都里亞德的大使館車廠透炸，遭到伊朗無人機的攻擊。الدفاع اللواء الركن تركي المالكي عن تعرض السفارة الأمريكية في العاصمة الرياض. 另外，包含沙烏地國內上大煉油廠、卡達液化石油氣廠也遭到攻擊，互生產煞停落來。英國伫地中海薩普勒斯空軍基地，車只遭到伊朗無人機攻擊，好佳在無情願傷亡。監區基地已經進入警戒狀態。Of course, the strike last night caused great consternation amongst locals, and there's a community right next to the base called Akrotiri. And local authorities have warned people if they choose to evacuate, they have places where they could stay.
统计显示，到7为止，伊朗已经向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甲卡达发动数百列飞弹甲数百架无人机的攻击，这两国拿炸率拢超过90%。不过专家警告，德黑兰咧透过财务耗损战，是要炸大民军的防御资源。伊朗的竞争者136单向攻击无人机，甲结果简单的小型巡航飞弹，伊的计数真低。竞争者无人机差不多是2万美金，合大票63万。不过负责拿炸爱国者飞弹拿炸系统，每列飞弹计数拢超过1.2亿大票。专家指出，伊朗想要透过无人机海的无对称作战，想向美国的防空弹药来挑拨民友对美国支持，同时大量提悬战争成本。And what they can do is impose a heavy and economic cost as possible, with the aim of the likes of the UAE and Saudi Arabia,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en potentially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US and Israel to de-escalate because the cost is becoming prohibitive. 经济学者指出，美国甲民军面对伊朗的无人机海战术，就亲像用法拉利去拿炸电动脚踏车，这种用量换价手段也捌出现伫乌克兰战场。罗西亚军队利用大量数据无人机攻击，和乌克兰军队被迫动用珍贵的爱国者系统迎战，最后无法度继续。伫中东也同款，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真正也证实，这摆攻击伊朗第一摆派出数据当庭新方式无人机，每一台成本干了110万大票。世界灵感就是伊朗的竞争者136无人机，想要用基人之道换取基人之心。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辑。中东的情势动乱，有真侪飞机为着安全取消航班，侪要转机的飞机会停的机场倒摆机场，嘛因为受到攻击暂时关起来。当地政府初二总算是宣布部分恢复运作，收10万人会当坐飞机离开。当地有一寡公务业者是甲这空的房间免费提供予受影响的旅客来住。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嘛无要认输，向真侪国的美军基地开始报复式的轰炸，造成中东的紧急局势一直欠悬，航班嘛规个乱起。这几天以来，中东地区已经取消10万架次的航班，世界上无用的航空中心杜拜机场嘛封闭得只好关起来。不过，就伫大规模的停飞了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机场伫初二是有限度的停客，少数航班会当恢复起降，互国留伫遮的旅客会当返去厝。In Dubai, it's been terrifying, to be honest. We've been hearing explosions, we've been seeing smoke, seeing missiles in the sky. 就算机场已经有限度的开放，但是90%的航班嘛是封闭在取消。旅客唔是跟大包小包伫机场在等，都是真做心死，在找大的所在。对这杜拜和阿布达比在机在做车花公务的业者，都甲有空的房间都免钱提供予受影响的旅客，而且佫呼吁讲，其他的公司嘛是同款会当像伊安尼做。Была забавная ситуация, как, видимо, сработало ПВО и как бы был след на небе, хлопок. Через несколько секунд просто на пляже сделали музыку погромче и продолжили отдыхать. 因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几个重要海湾中心是连欧洲、亚洲、非洲和北美之间的长程航线，尤其是对世界来的，有带某含几个月大的红婴仔，一家伙3个人去巴基斯坦探亲，但煞无法度转机返去厝的英国公民，就急要找其他的替代方案，佫有无法度经过伊朗的空中，飞行机只好一直伫空中坐来坐去，一直到油拢无啊，佫转去卡达的首都杜海的西班牙航班。根据了解，当年差不多有几百万的印度和孟加拉的公民会对阿联转机去因做工课的地点，因为安尼因受到真严重的影响。另外，德国目前佫有至少3万的游客佫留伫遮。另外，意大利政府是采取包机的方式，甲127个公民撤离。另外，日本嘛已经甲5个公民暂时撤离去到约旦。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法国总统马克龙是宣布要增加核弹头的数量，为着保留实力，未来嘛袂阁公布因核武器的数量。而且英国、德国等8个国家是表示讲对法国的合作计划真有意愿，但美已经表态要加入。强化法国的核武库是袂使欠缺，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伫咧布列塔尼一场演说当中明确的结论。伊表示，竞争对手的防御演进可以强权愈来愈多，对立国家之间可能的合作，还佫有核武扩散的风险等等，所以有这个重大的宣布。J'ai ordonné d'augmenter le nombre de têtes nucléaires de notre arsenal pour couper court à toute spéculation.
nous ne communiquerons plus sur les chiffres de notre arsenal nucléaire, contrairement à ce qui avait pu être le cas par le passé. Pour être libre donc, il faut être craint. Et pour être craint, il faut être puissant. 马克龙表示，有兴趣加入的国家有英国、德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丹麦，而且伊明确表示，核打击的决策权是掌握在法国总统的手头。丹麦的总理弗瑞德里克森讲，伊会接受法国的邀请，是因为罗西亚的军事威胁，预计在未来这几冬会增加。La France assumera donc toujours seule, en intégrant à sa réflexion les intérêts de nos alliés, le franchissement délibéré du seuil nucléaire. La dissuasion avancée est une démarche progressive. Elle offre la possibilité pour les partenaires de participer aux exercices de la dissuasion, tout d'abord. Le demi-siècle qui vient sera un âge d'armes nucléaires. 因所讲的核后盾，是咧讲战争当中已经特别爱使用核武器的时间。也就是核武开始，也是直接要防使用的时刻。美国、以色列联手攻击伊朗，加上原的领袖哈米尼，还有足侪高级官员参别，中东的情势是一直在变化。为了应应法国甲欧洲面临的挑战，马克龙认为面临这侪威胁，必须要强化对因使用核武的力量。伊嘛宣布新的核动力弹道飞弹舰舰会防号名做无敌，预计在2036年开始使用。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半导体产业用电上涨，即阵佫碰到中东的战争，卡达的天然气停产，众人就真烦恼讲，咱国内电敢有够用，敢会起价？经济部长景明兴就表示，3月份的天然气发电无问题，若这战争延长到4月，伊嘛有应应措施，要到上尾才会来全面启用土炭发电。台湾为国外进口液化天然气有8成主要供应国内发电，不过台湾进口液化天然气进口国卡达，却因为中东战争宣布停产，引起外界烦恼天然气的价格，嘛是影响电价平均成本的重要因素。3月电价审议会敢会调整电价呢？今年全球的经济增率大概维持跟去年3.3左右。我想政府不会急着在电价里面去着力。台电表示，为今年到2030年，用电成长平均年增100万千瓦，主要产业包含半导体、封装测试甲 AI 周边等。不过，台电今年新增加供电包含兴达新燃气23号机、台中新1、2号机，4台机组拢总520万千瓦热销上线。台电必须定新系统性检讨电源开发。能不能请这些资料中心能够有自设发电的一些设备，包含储能的设备，对它本身相对也比较好一点。半导体产业 AI 算力，它能够往桃园以南的方向去设厂，电源是比较充足。针对中东战争唔来影响台湾进口液化天然气供应嘛形成考验，经济部长景明兴指出，3月天然气供应无问题，若是战争拖到4月，也有一寡因应措施，全面开放火炭发电是最后的手段。台电公司是讲，会持续看国际燃料的走势，依照机制提报电价审议会决定。记者采访报道。今仔日是元宵节，今年的台湾灯会是一个假期举办。这下晡国内外都有真侪艺文团体行街路表演起歌。灯会展演是一直展到3月15，预估会声超过2000万人到底。也那另外一项元宵的大活动，就是这台南咸水的蜂仔炮。昨早起是伫咧咸水武庙起炮，新桥队伍平安绕境2天2暝。今年是有200座炮声。头拄只暗时9点，主炮声阿尾伫咧咸水国中放200万支蜂仔炮，搭配高空烟火，闹热滚滚。音乐一出来，互观众拢听假，这是结合台湾传统民间信仰和现代文化的电音三太子。桥头的服装配合好看的笑容，这是对日本北海道来的表演团体。讲纽西兰毛利文化表演团，互观众体会各国的风情。初三是元宵，今年2026年台湾灯会伫嘉义县举办，下晡举行开幕日的采购活动，邀请20组对日本、韩国、纽西兰等国来的团体，伫县府头前的广场做采购表演。很感动，很棒，就是还有来自国际的队伍这样子，对，然后带小朋友来，就是起鸡皮疙瘩，非常感动，对，而且今天老天也很
赏脸，就给我们一个好天气。伫初三早起，家己的雨是真大，嘛有今年主办灯会，家己县政府是真烦恼。好佳在伫活动开始进前，天气对落雨转做乌阴天。真的就很诚心的跟妈祖讲，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那这么多工作人员辛苦这么久，希望真的可以天公作美，卖落雨。好玩的让顺利。2026年台湾灯会伫隔8年后，搁转来到嘉义县来举办。官府表示讲，是用办喜事的心情来筹办活动。除了下晡的彩鸡、注定展演嘛是真精彩。登记的对初3一直到15，观光数嘛预估今年参观的人数有可能超过2000万人。记者综合报道。灯会甲澎阿炮看山，咱换来看婚礼马鸣山镇安宫。当年元宵拢会办这款食饭担，是当地有100年历史的文化资产。这村民是同齐准备真侪澎湃料理，互信众来食平安。另外，伫咧苗栗德兰有炸汉蛋，台中元宝宫烧火狮，这款辟邪的传统风俗嘛拢真热闹，做回来看。嘛，韩国澎公公边还有几只韩国旗，吸引真侪人来食看卖。我来过啊年。来过啊年啊，有爱好食无？好食。今年一摆婚宴马鸣山镇安宫的食饭担，初3元宵节开始，就算落稍稍雨，也吸不少人来食。相传早期地方祈福活动，当地庄仔头拢会准备真侪食面，互民众食平安。那这做有100年历史的文化资产，也是呈现社区凝聚力，要传承意味。今年呢非常特别啊，是咱东势乡甲咱埔中乡联合举办啦吼，所以呢，咱有真侪乡亲时代啊，拢总真热情啊嘛，传了真澎湃吼。在苗栗德南的炸汉蛋也在元宵节暗时开始，甲台东炸汉蛋无同。苗栗德南是由汤北溪桥帮跟汉蛋爷斗阵，互炮火炸象征区隔避乡甲迎接来年好运势。我们的整个一个炮仗队呢，他们会不断的用鞭炮去往他们身上丢，那个范围会非常的扩大，会整个蔓延到我们整个中港老城的街区，会循环的做这样一个炮炸，所以那个规模跟一般的炮炸是不太一样的。另外，台中市的元宝宫也正闹热，透早工作人员都无闲准备平安丸，互民众来分享，这用的拢是民众所管的白米。是元宵节啊，是，他要来这边拜拜啊，是，刚好有平安餐，都吃个平安啊。因为狮子里面有一些硫磺，然后这个硫磺之气在自古呢的传说就是一个去除瘴疠之气，在新的一年呢替大家呢这个驱吉避凶。除了分享平安酒以外，伫暗时也有烧火狮，标榜强调这是元宵节相互代表性的信仰仪式之一，除了象征气度、将烈之气，也祈求新的一年能平安健康。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经典的黏土艋舺酷狗宝贝50周年，制作公司是推出幕后的展览，展出黏土翁仔场景模型，也有拍片的技术，咱做伙来看。英国的笑蝰艋舺 Wallace and Gromit 主角是 Wallace， 逐工早顿伊拢是食小胖，伊迄只巧巧狗号做阿哥，拢咧款厝内，伫边仔咧车碰西是 Wallace 发明的机器人 Norris。头一支底片伫1989年开始搬，伫咧过当年得到奥斯卡奖的提名，伫2005年开始播的即个长片，得到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奖。那即出拢是由阿迪曼公司所制作的。阿迪曼动画伫咧2026年迎接50周年的纪念，所以因伫咧英国上大规模的儿童博物馆来举办展览，互大人甲囡仔了解幕后制作的过程。I think the enduring appeal of Wallace and Gromit is partly down to the jokes and the stories and how well written they are, but I think there's also something about the style of the animation as well. 即出的主角 Wallace 对着科技非常的痴迷，定定发明各种的机器来改善生活。毋过这机器人毋是各种，就是咧抓空，所以拢需要伊的助手阿哥来出手斗相共。这主题嘛反映出即马社会对着 AI 是又搁惊又搁爱的心情。若艋舺的头一版拢是用黏土翁仔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咧翕的，顶悬拢会使看到作者留落来手模。Concept for the show was to show the process, actually not just show what the camera sees, but to show what the camera doesn't see. Give the opportunity to see around the sides of set models and kind of see what the animators and the lighting designers and all the prop makers do. Almost give a glimpse into what it's like to work at Aardman. Wallace and Gromit 伫1995年 Across Shave 的影片内底，
Sean 头一届登场，也因为 Sean 的个性非常的古锥，佮真合拍。正做阿迪曼动画伫2007年创作作品的主角，嘛是即届展览的另外一个惊喜。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美国纽约一寡杂货店拢有饲猫仔，毋若是会斗掠鸟鼠，人客嘛真介意。毋过，若是对法律层面来看，即款有未正式的杂货店是袂使饲动物的，相当是会当罚到万几箍。真侪店家就发起联署，毋望互即寡猫仔合法。议员嘛提出方案，要甲猫仔做有风车，做健康检查。坐伫桌顶看人来来去去，这是辛巴的日常。来店里食物件的人客也欢迎辛巴来做伴。头家讲店里有猫仔进驻，等于是有专人来掠鸟鼠，而且辛巴真受欢迎，甚至有人客逐工拢走来甲伊看。伊嘛会使讲是即间店的店鸟。Simba is the best cat on the world. I never see before a bigger cat like this one. Simba is very important to us because he keep the store clean for the mice. 纽约有移民开的柑仔店历史超过半世纪。根据当地柑仔店组织的统计，全纽约有万外间的柑仔店，其中1/3拢有饲鸟。按照法令，即寡被青色的食物，也佫有10回店头袂当饲宠物，若无会罚款6000到10000的代票。毋过真侪店头甘会罚款也要饲鸟，因为猫仔会当掠鸟鼠，又佫会当招人客。佫较重要的是，连店头家己看到即寡猫仔，就感觉心情变好。为着解决违法的问题，当地店头伫2025年发起联署，希望互即寡非法的猫仔就地合法。到今已经有共约14000人参与，部分的议员也支持民意，准备提案，互猫仔会当合法驻店。Technically, they're not legal in New York City, so we want to change that because they're here, they're friendly, they're part of New York City, they're part of the bodega. So why not make sure that they can be legal and not penalize the stores or have to find a new home for them? 这场猫仔宽裕大战已经拖烧到州政府，未来的理想方案有可能是经济店内的猫一定要有健康护照，确保猫仔有够食的食物，也有医疗照顾。这阵伫店内乱扫的猫仔，敢会当成功争取到合法的权益？全纽约的爱鸟人士拢真关心。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